依萍，要帮你把户口一起迁过来吗？二品，就甲迄个户口做铺迁过来嘛。二品，就甲迄个户口做铺迁过来嘛。是的，再麻烦你。嘿，长麻烦很。嘿，长麻烦很。我看一下哦，是从台北迁过来。我验一下哦，迄台台北迁过来。我验一下哦，迄台台北迁过来。是啊，嘿啊，嘿啊。你要迁到享学街6巷8号。迄台迁到乡好街6巷8号。迄台迁到乡好街6巷8号。没错。冇错，冇错。我先影印一下身份证。我先将印下身份证。我先将印下身份证。我帮你将资料通报到税务和地政机关。我把迄个资料通报到税务和地政机关。我把迄个资料通报到税务和地政机关。以后每年的地价税、房屋税，迄摆土咱的地价费、物费，迄摆土咱的地价费、物费，监理站燃料税等相关税单。监理厂的燃料费，你丢相关的费单。监理厂的燃料费，你丢相关的费单，都会寄到新的地址。好啊，咱要寄开新的地址。好啊，咱要寄开新的地址。好啊。请你看一下，你要从台北迁到享学街6巷8号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请在这里签名。请显验一下，现在到台北迁到乡好街6巷8号，若无问题，请得了签名。请显验一下，现在到台北迁到乡好街6巷8号，若无问题，请得了签名。请显验一下，现在到台北迁到乡好街6巷8号，若无问题，请得了签名。新式的户口名簿是直式的，新式的户口簿是七的。新式的户口簿是七的。你可以选择有详细记事的户口名簿。迄袂整个套入详细记载的户口簿。迄袂整个套入详细记载的户口簿。结婚日期、小孩出生日期资讯都会印出来。结婚日期、生住7岁、生个资讯拢要印起来。结婚日期、生住7岁、生个资讯拢要印起来。如果不需要那么多资料，也可以选择简单的。假使无需要简单资料，嘛袂整个套简单的。假使无需要简单资料，嘛袂整个套简单的。就是记事省略，只保留你本人的资料。即下记载上卖，将保留很本人的资料。即下记载上卖，将保留很本人的资料。简单的版本就可以了。简单的版本是要用。简单的版本是要用。好，那稍等一下。好，俺请等一下。好，俺请等一下。最近阿公的果园工作很忙吗？你参阿公的果主任，身体要一毛很毛。你参阿公的果主任，身体要一毛很毛。公公婆婆虽然忙，但是很开心啊。家管家婆虽然无闲，不过拢真欢喜啊。家管家婆虽然无闲，不过拢真欢喜啊。满山种果树，不必担心没有收成。所以我们结婚后就回来家里帮忙农作，老人家都很用心在教我们呢。故事自慢讲，不惊人信奉。所以，我们结婚了后一前来母下就做事，老三人几人拢真用心在教爱人。故事自慢讲，不惊人信奉。所以，我们结婚了后一前来母下就做事，老三人几人拢真用心在教爱人。那太好了，安怎好诶，安怎好诶。这是你的户口名簿，给你留个联络电话。了迄个的户口簿，请先留一下联络电话。了迄个的户口簿，请先留一下联络电话。0123456789。空日23456789。空日2345
0789。好，0123456789，这边请你签名。空日23456789，俩长汉签名。空日23456789，俩长汉签名。户口名簿加上更换身份证2张，户口簿加上满身份证2张，户口簿加上满身份证2张，还有结婚证书1份，还有结婚证书1份，还有结婚证书1份，总计规费是230元。拢总规费是230克，拢总规费是230克。请再稍等一下，新身份证很快就做好了。请个等一下，新身份证真紧去做好。请个等一下，新身份证真紧去做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老力，好，老力。这是你们的新身份证。这是现任新的身份证，这是现任新的身份证。你看起来很漂亮哎，你看起来也很帅啊。很洋起来真正，很洋起来嘛真真透啊，很洋起来真正，很洋起来嘛真真透啊。这样就办好了吗？安七片好啊，嘿妹，安七片好啊，嘿妹。是的，恭喜你们喽！嘿，恭喜现任。嘿，恭喜现任。